正大的最焦点，先来看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要重回到国民党选党主席。网络上新的民调，赵少康以35.1%支持度排第一。朱立伦、江启臣、侯友宜甲韩国瑜拢排伫伊的后壁。赵少康嘛提出着这个江启臣送伊的礼物，证明讲因两个人有好交情。 大家看，对不对？他当天拿到，立刻就送我这一套币。摕到国民党主席江启臣送牛年讨白，国民聘做中评委，中共董事长赵少康离参选党主席的目标愈来愈近。我当不当党主席真的没有关系，没有那么严重。我因人设事，我破坏国民党的规矩没有的。 我从来不愿意破坏国民党的规矩。赵少康搬出选举办法选国民党主席，原本只有中评委或者是中央委员的资格，去年才加入党爱满1年的资格。那去年的补选办法，为什么又多出了这个要1年呢？以前都没有嘛。要挡谁？你们知道吗？郭台铭。正常的情况，选举党主席他的要求就只有他必须要具有中央委员或者中央评议委员的身份。 当时是并没有1年的规定。这项讲法嘛，得到前总统马英九来相挺。根据雅虎新闻上新的网络民调，李基泰上来做国民党主席，赵少康以35%支持度领先，朱立伦、江启臣、侯友宜、韩国瑜拢排伫伊的后壁。到底参选党主席刚需要入党满1年，就看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了后安怎定案。